但是为了定限反诈骗的成果，其中有一条亲自颁发第一线接优单位，其中金融机构以中国信托的主动金额上济，成为银行的模范。当年各分局配合到场打击犯罪，拢是守护民众财产的功臣。会中市长嘛予以颁奖表扬，透过政府甲民间合作，第一季统计起来，主动诈骗的金额已经超过2亿，成效一直是6都第一。对于打击诈骗、反诈骗所做的一个努力，那我想说，台南市的这个成果是非常亮眼。1月份我们防诈的金额是3000多万，这2月份是7000多万，到了3月份是9000多万，所以我们第一季前3个月合计防诈的金额达到了2亿元，这个部分应该是在6都里面最前面。所以呢，首先我们要第一个感谢我们的警察同仁，以及第一线金融机构，包括农会、包括渔会、包括银行、包括邮局、包括这个超商，这些这个我们的市民朋友们非常非常的努力。为了持续打击各种诈骗的手法来转防为守护，但是透过鲁文角色的防诈少女团来担任选导大赛，用精彩趣味的台语表演，让大家知影像找头路、薪水管家无合理等状况，都会当卡165专线。看网络薪水管，去个我1个月赚10万。你若相信，别好靠，无事嘛去了了。唔通食饱你莫枵，165卡好通。喂，你有着物件要到期紧来领哦。网络买物件，看好清楚，加户籍，卡白互人。165卡好通。行政院将5月5号定做全民反诈骗启动日，但是由警察局规划，嘛跨局处同步来宣导，要互反诈骗加入民众日常，共同宣示打击诈骗犯罪决心。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。